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上帝的恩典。伫咱的政府甲全面的努力下面，咱今日伫台湾武汉肺炎的疫情有渐渐平稳的趋势。因为疫情的改变，政府也放松公众组织的限制。咱伫经历过2个月尾暂停实体礼拜日子了后，今日牧师要正式甲大家公告，咱伫5月17日要正式开始3场的实体礼拜。虽然是安尼，但是咱依然需要配合政府的规范，所以咱有下面几件代志需要大家甲咱配合。第一件代志就是咱组织的时阵需要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。伫礼拜堂中间，咱会照这个标准安排座位，所以来参加聚会兄弟姊妹，请你按照指示坐伫这个座位顶面。伫请安的时阵，咱用拱手代替握手。第二项，咱来落实个人的卫生防护。组织的时阵，咱全程拢伫喙安，伫1楼入口的所在，请配合量体温、喷酒精。第三项，咱必须要落实生命制甲人流的管制，所以有以下几点，请大家配合。第一项就是请来礼拜兄弟姊妹，咱事先会当用纸，一张纸用正楷写家己的名甲电话，或者是用家己的名片嘛会使。迄一天伫1楼的入口的所在，咱量体温了，你伫这张纸顶面记录你的体温，然后交互服务的人员。咱以后会请教会同工来做册。第二项，咱咧坐电梯的时阵，请毋通互相交谈。第三项，如果礼拜堂就是10楼甲11楼，咱安排座位已经坐满，请兄弟姊妹伫工作人员的指示下面，到其他的场地来礼拜。第四项，各场聚会伫聚会中间，咱会请同工翕一张相片来存档，来确定人甲人中间接触的关系。第五项，为着避免伫一场甲一场交接的时阵，会造成群众聚集的风险，所以请来参加礼拜兄弟姊妹，咱只要伫礼拜开始前15分钟前来入场，然后礼拜结束了，请大家赶紧离开会场。当然，为着分散人流，牧师也鼓励较早起来的兄弟姊妹会当较侪参加第1场的礼拜。第六项，第4场的英文礼拜甲儿童主日的礼拜，咱会看换几周来开放，请兄弟姊妹会当继续伫线顶面按照时间，英文礼拜是上午11点，儿童礼拜是上午10点，咱按照这个时间来礼拜。具体开放的时间，咱会看以后疫情的情况，甲大家通知。最后一项，伫第2场甲第3场，依然有网络直播。如果无方便来到教会礼拜兄弟姊妹，咱也当伫线顶来礼拜。伫这个非常时期，用这款的办法，检测会造成一寡无方便，但是拜托大家会当包容配合，愿上帝赐福保守。